喺競技體育呢個世界度，每場波都充滿咗未知同變數，而乒乓球呢項運動就更加將呢啲不確定性演繹到淋漓盡致。喺2025年3月24號，日本 T 聯賽2024-2025賽季正式落幕，一系列俾人驚掉下巴嘅比賽結果，又成咗乒壇熱話。世界冠軍平野美宇連番輸波，張本智和險中求勝，呢啲都喺乒壇引起咗一陣風波。講起平野美宇呢位曾經嘅乒壇小魔女，肯定係好多球迷心目中嘅偶像。佢憑住出色嘅球技同獨特嘅打法，喺國際賽場上屢創佳績，世界盃冠軍、奧運會團體亞軍等榮譽加身，令佢一度成為咗日本女乒嘅領軍人物。不過時光飛逝，歲月如梭，依家嘅平野美宇就好似陷入咗前所未有嘅低谷。喺呢個賽季嘅T聯賽度，平野美宇嘅表現真係可以用跌宕起伏嚟形容。佢曾經喺T聯賽大殺四方，賽前豪取14連勝，狀態神勇，俾好多球迷睇到咗佢重回巔峰嘅希望。不過就喺大家都以為佢會一路高歌猛進嘅時候，平野美宇卻突然好似中咗邪咁，喺與日本桃鳥隊嘅比賽中，意外咁以1-3不敵削球手佐藤，終結咗自己嘅14連勝紀錄。呢場波嘅失利，唔單止令木下神奈川隊錯失咗奪冠嘅絕佳機會，仲令平野美宇嘅自信心受到咗好大嘅打擊。要知道，平野美宇喺對陣削球手方面一直都有唔錯嘅戰績，但係呢場波度，佢就好似失去咗往日嘅魔力，狀態失常，失誤頻頻。更加令人震驚嘅係，喺之後嘅比賽中，平野美宇嘅狀態仲冇咩明顯嘅改善。呢啲結果真係俾佢嘅球迷們心傷透咗。曾經嗰個喺賽場上所向披靡嘅平野美宇，依家竟然陷入咗咁尷尬嘅境地，呢唔禁俾人感嘆乒壇嘅殘酷同無情。平野美宇連番輸波，究竟係咩原因造成嘅呢？係技術上嘅瓶頸，定係心理上嘅壓力？或者呢啲都係原因？從技術層面嚟睇，平野美宇嘅打法雖然獨特同富有攻擊性，但隨着對手對佢嘅研究日益深入，佢嘅技術漏洞都逐漸暴露咗出嚟。而心理層面嘅壓力就可能源於佢對勝利嘅渴望同對失敗嘅恐懼。作為一名曾經站喺世界之巔嘅運動員，平野美宇對自己嘅要求肯定極高，但過高嘅期望往往都會帶嚟沉重嘅心理負擔。不過雖然平野美宇依家陷入咗困境，但佢嘅未來並非一片黑暗。始終佢仲後生，仲有足夠嘅時間同機會去調整自己嘅狀態同技術。而且值得慶幸嘅係，日本女乒嘅主教練已經換咗成中澤若。呢位平野美宇嘅恩師喺佢嘅成名路上扮演咗關鍵角色。相信喺中澤若嘅指導下，平野美宇能夠重新揾返自己嘅節奏同信心，再次喺乒壇上綻放光芒。同平野美宇嘅掙扎唔同，張本智和喺呢個賽季嘅T聯賽度就展現出咗更加堅韌同成熟嘅一面。作為日本男乒嘅領軍人物，張本智和肩負住好大嘅壓力同期望。不過喺男團決賽度，佢卻差啲就俾人拉落馬，最終憑住自己嘅實力同毅力險中求勝。喺同琉球隊嘅決賽度，張本智和嘅表現真係可以用一波三折嚟形容。首盤雙打，吉川真晴、趙勝敏以1-2惜敗俾小林夢、有言大夢，為琉球隊先失一分。第二盤單打，張本智和面對曾根翔嘅挑戰，雖然狀態唔算好，但最終還是以3-2艱難取勝，為琉球隊扳平比分。不過之後嘅比賽就冇按琉球隊嘅預期發展，
吉川真澄喺第三盤單打度再次失利，2-1-3不敵有言大夢，令琉球隊陷入咗絕境。關鍵時刻，張本智和再次挺身而出，喺第四盤單打度，佢面對羽田幸矢嘅挑戰，展現出咗頑強嘅鬥志同出色嘅球技。雖然比賽過程充滿咗懸念同波折，但張本智和最終還是以3-2險勝對手，為琉球隊贏得咗寶貴嘅一分。不過遺憾嘅係，雖然張本智和拼盡咗全力，但琉球隊最終還是以1-3不敵 TT 彩旭隊，無緣冠軍。張本智和喺呢個賽季 T 聯賽度嘅表現，無疑再次證明咗佢嘅實力同擔當。作為一名年輕嘅運動員，佢能夠喺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為球隊贏得寶貴嘅分數，呢本身就係一種難能可貴嘅品質。而且從比賽中我哋唔難睇出，張本智和嘅技術同心理素質都得到咗好大嘅提升。佢能夠喺逆境中保持冷靜同專注，調整自己嘅狀態同技術，最終險中求勝。呢種能力無疑係佢未來喺冰壇上取得更大成就嘅關鍵。不過，雖然張本智和表現出色，但琉球隊嘅失利都暴露咗佢哋嘅一啲問題，比如球隊過於依賴張本智和嘅表現，一旦佢狀態唔佳或者遇到強敵，球隊嘅整體實力就會受到好大嘅影響。另外，球隊喺雙打同單打方面嘅配合同銜接都存在一啲問題，需要進一步加強同改進。隨着日本 T 聯賽嘅落幕，冰壇嘅格局又再次發生咗微妙嘅變化。張本智和、平野美宇等年輕球員嘅崛起，無疑為冰壇注入咗新嘅活力同競爭力。不過，與此同時，佢哋都面臨住好大嘅挑戰同壓力。點樣喺保持自己優勢嘅同時，不斷提升自己嘅技術同心理素質，成為佢哋未來需要思考嘅問題。對於國冰嚟講，日本年輕球員嘅崛起無疑係一個好大嘅威脅。不過，呢個唔代表國冰就冇機會。相反，國冰擁有更加深厚嘅底蘊同更加完善嘅培養體系。只要能夠充分挖掘同培養年輕球員嘅潛力，就一定能夠喺未來嘅比賽中繼續保持領先地位。當然，對於平野美宇同張本智和嘅表現，球迷們都有唔同嘅睇法同爭議。有人認為平野美宇連番輸波係佢技術上嘅瓶頸同心理上嘅壓力造成嘅，佢需要更加努力去訓練同調整自己嘅狀態。而有人認為平野美宇已經失去咗往日嘅魔力，佢嘅未來充滿咗不確定性。同樣咁，對於張本智和嘅表現，都有人認為佢雖然表現出色，但球隊嘅整體實力仲有待提高。而有人認為張本智和已經具備咗成為世界冠軍嘅潛力同實力。呢啲爭議同睇法，無疑為冰壇增添咗更多嘅睇頭同話題。而正係呢啲爭議同睇法，都令我哋更加期待未來嘅比賽同球員們嘅表現。始終喺競技體育嘅世界度，咩事都有可能發生。只要球員們能夠保持對勝利嘅渴望同對乒乓球嘅熱愛，就一定能夠喺未來嘅比賽中創造出更多嘅奇蹟同輝煌。回顧呢個賽季嘅 T 聯賽，我哋唔禁要問，冰壇嘅未來究竟屬於邊個？係嗰啲曾經站喺世界之巔嘅老將們，定係嗰啲正喺崛起嘅年輕球員們？或者呢個問題冇一個明確嘅答案，因為冰壇係一個充滿變數同挑戰嘅世界，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冠軍，每個人都可能遭遇失敗同挫折。不過無論未來屬於邊個，我哋都應該珍惜每一場波，欣賞每一位球員嘅精彩表現，因為正係呢啲比賽同球員們構成咗冰壇呢度美麗嘅風景線。而我哋都期待喺未來嘅比賽中，
能夠睇到更多年輕球員嘅崛起同更多老將嘅堅守，共同為冰壇書寫更加輝煌嘅篇章。當然，對於平野美宇同張本智和嚟講，佢哋嘅未來仲充滿咗無限嘅可能。無論佢哋未來能否重回巔峰或者繼續創造輝煌，我哋都應該俾佢哋足夠嘅支持同鼓勵。因為喺呢個充滿競爭同挑戰嘅世界度，每個人都需要一份堅持同勇氣去面對未來嘅未知同變數。而我哋都相信，只要佢哋保持對乒乓球嘅熱愛同對勝利嘅渴望，就一定能夠喺未來嘅比賽中再次綻放出屬於自己嘅光芒。